一場比賽入面啊，喺短短2日嘅時間啫，就將一支車隊帶到上天堂，然之後再狠狠地將佢掟翻落地獄。到底發生咗咩事呢？喺較早前啊，意大利嘅米沙奴站啊，我哋再一次睇到一場足以載入史冊嘅大奇蹟啊！張雪機車嘅53號大將 Valentine the Beast 咧，今場佢繼續揸住佢部820 RRS， 以佢一貫嘅作風留前鬥後絕殺對手，最終係要喺 Race One 度鬥到去最後一個彎度先至分到勝負啊！佢最後係以0.107秒之差絕殺咗對手，攞咗 Race One 嘅冠軍翻嚟。而鏡頭亦都捕捉到一對相信係來自中國嘅情侶屏氣凝神，睇到最後衝線嗰一刻，先至同張雪機車佢哋喺維修站入面嘅工作人員一齊齊聲高呼啊！哇！呢一對情侶估唔到真係有人會願意去到意大利嘅米沙奴站觀賞呢一場比賽，而且仲要係來自中國嘅情侶添，因為佢哋揸住中國嘅旗幟係咁喺度揮動嘅一路都咁啊！鏡頭都捕捉過佢哋唔少次嘅，如果有睇到直播嘅話，我相信大家都會見到嘅。但係賽車呢一樣運動，佢最迷人亦都係最殘酷嘅地方，就係在於你一日未真係完成晒一整個分站嘅比賽，你永遠都唔會知道個劇本係點寫。只係僅僅過去咗一日啫，嚟到星期日嘅 Race 2，同一條賽道地表溫度竟然可以上升到去恐怖嘅52度。就算係我哋手持住桿位起步權嘅53號大將 Valentine the Beast 都要喺最後一圈時速高達200幾公里入面，因為踩咗白線過咗幾公分，咁啊俾賽會無情判罰，一巴掌冚咗佢落去，跌咗落一個席位度，最終官方成績只能夠定格於第9位。由頒獎台到連頒獎台都上唔到，都唔好話上唔到，連邊都掂唔到。呢一個就係跌咗落去一個規則嘅泥沼底下。咁我哋一如以往啦，就會由星期5嘅 Super Pole 排位賽開始講到 Race 1再到 Race 2，拆解翻今個週末米沙奴站入面發生過嘅物理奇蹟啦，以及係大廠背後佢哋排山倒海冷血嘅反擊嘅。咁我哋首先將個時間撥翻去之前星期5嘅排位賽道先。米沙奴呢一條賽道啊，一向都係咧各大本土嘅大廠重兵守護嘅福地嚟嘅。對住一面數據嘅高牆，擁有累積咗咁多無窮無盡嘅經驗嘅絕對優勢。我哋53號嘅 Valentine the Beast 一開局已經係完全豁咗出去㗎啦，喺最後嘅關頭均出咗1分36秒869嘅極限單圈咧，直佔霸佔咗第一排第3位嘅起步價，同頭位只係爭0.114秒嘅啫。但係排位賽打到中段啦，現場突然之間一片通紅啊！大會已經出示咗紅旗，如果大家有睇直播嘅話，有機會係會以為有車手先飛咗出去賽道嘅啫，咁啊冇諗過個意外係咁嚴重嘅。咁但係大會最後鏡頭係影住大會嘅工作人員2個人夾手夾腳抬住成套前叉啊、前輪啊、剎車卡鉗同埋手把嘅總成，即係成嚿嘢拖住佢走。發生咗咩事呢？原來44號嘅西班牙車手嘅蘇喺進入全場最高速、極具考驗底盤剛性嘅13彎嘅時候呢，瞬間就發生咗一次毀滅性嘅意外。戰車喺恐怖嘅物理衝擊力底下，車頭斷裂，可以話係身首異處。呢一種報廢級別嘅損毀真係好恐怖。但係我哋萬幸嘅係，車手喺送往醫療中心之後就檢驗過後就確認咗完全冇事嘅。但係重點就嚟啦，喺距離第2日 Race 1佢所剩嘅時間其實都唔係俾好多佢哋嘅工程師嘅啫。喺呢個世界頂級嘅圍牆入面，賽規係極之嚴格嘅，你絕對係唔可以攞一部後備嘅戰車出嚟到頂上嘅，你必須係攞住嗰部配有
大會電子標籤認證嘅嗰一部戰車出賽，你先至可以嘅啫。但係如果你成個車架斷裂咗嘅話，咁啊唔好意思啦，今個分站你隨時冇得玩噶啦。咁啊，杜卡迪嘅車隊啊，喺短短10零個鐘頭後就上演咗一次極速嘅煉金術啊！咁啊，不眠不休咁樣將成套損毀咗嘅前叉啊嗰一紮嘢套翻上去架車度，硬生生將嘅蘇送翻上去正賽嘅賽道底下。咁而呢個13彎嘅魔咒咧，真係亦都為咗第二日埋下咗一個悲情嘅伏筆啊！咁啊，嚟到第二日星期六嘅 Race One 咯，Race One 嗰單一息就起步啊！呢一場正賽直情就係張雪機車喺眾大廠包圍底下封神嘅一戰啊！嚟到其實呢一個賽季張雪機車已經不停刷新緊佢哋每一次嘅封神紀錄。如果我哋睇翻今次 Race One 嘅 Best Sector 嘅數據嘅話，我哋係可以發現到，當佢進入咗一個超高速連續壓彎極度考驗車身輕量化幾何嘅 Segment 3咧，The Beast 係直接轟出咗一段26.451秒，斬獲咗呢一個分段全場最快嘅紀錄啊！但係呢場比賽最令我按耐唔住嘅就反而會係64號車手啊！佢喺排位賽失利就排喺13位起步啦，但係正賽就好似開咗外掛一樣，喺火車陣入面遇神殺神遇佛殺佛，最終連跳4個位置以第9名衝線啊！即係佢已經進入到前10啊！而 Race One 最殘酷、最體現到賽車美學嘅一幕就係發生喺最後一圈啊！當時69號嘅 Booth Amos 揸住佢嘅戰車上演咗一次熱血狂飆啦！比賽剩低最後3圈嘅時候，佢就強行奪走咗前世界冠軍5號嘅 Jay Garcia 嘅第4位嘅位置。而嚟到最後一圈衝線嘅時候，喺高速嘅直路底下，Garcia施展咗一次毀滅性嘅魔法反擊，企圖強行抽頭抽翻個第4位翻嚟。結果兩部戰車一齊喺時速200幾公里底下發生咗一次激烈嘅貼身碰撞，最終Garcia落敗啊！佢嘅戰車失控，直接高速跌咗，炒咗車喺度耕田，喺呢個距離終點線僅只係剩低幾十米嘅地方，飲恨最終連衝線嘅機會都冇，只係收穫咗一次 DNF。咁佢之前跑足17個圈嘅心血就咁化為烏有，對於年度總冠軍嘅美夢亦都造成咗一次好致命嘅重挫。而喺後面玉石俱焚嘅同時啊，我哋又再睇翻再前少少啦，53號嘅 The Beast 已經將75號嘅 Arenas 貼身肉搏咗足18個圈，而 Arenas 由第7圈已經死壓制住領先嘅優勢。而 The Beast 亦都密謀咗一場，就喺最後一圈第18個圈嘅兩位互不相讓，亦都曾經互換領先啊！到最後一個彎道先強行超車，最後就以0.107秒嘅瘋狂差距絕殺奪冠。更加開心嘅係 The Beast 喺第12圈，亦都係轟出咗一個1分37.216嘅成績，更新咗全場最快嘅單圈紀錄啊！喺嗰一晚，我相信全球嘅車迷都喺度慶祝緊呢一件事，而張雪機車亦都站咗喺成個圍場最頂尖嘅位置。而根據賽規啊，因為 The Beast 喺 Race One 度跑出咗最快嘅單圈成績，所以佢喺星期日嘅 Race Two 係可以攞到崗位起步權啦。咁由排位賽攞第3到 Race One 攞第1。再去到星期日排頭位出戰，每一個人都以為張雪機車如無意外今場又會再攞多次冠軍，但係天堂跌落地獄，往往就只係需要呢24個鐘嘅啫。而嚟到星期日嘅 Race 2啊，Misano 嘅賽道就迎來咗最惡劣嘅極端環境啊！地表溫度直接飆升到去52度，而更致命嘅係嗰啲老牌嘅車廠嗰度冷血嘅數據場展現出一個令人極之窒息嘅反擊能力啊！雅馬哈嘅廠隊連夜寫咗
重新寫過一啲電控嘅代碼，徹底補翻前一日佢哋喺個賽場上面發生嘅一啲尾段嘅輪胎嘅熱衰減嘅短板。75號嘅 Arenas 一起步就已經展現出一個超恐怖、超強嘅壓制力，由第一圈領跑到第18圈，成個比賽嘅節奏佢都係穩如泰山。最後咁梗係由 Arenas 攞咗冠軍啦。而我哋嘅53號 The Beast 一旦失去咗一啲 clean air， 就會跌入咗一個大廠集群入面嘅 dirty air 入面，物理嘅噩夢就正式引爆啦。52度嘅地表溫度，再加埋前面幾部車排山倒海湧埋嚟嘅嗰一種熱浪啊，直接就令到前轆嘅抓地力就下降。而張雪機車佢哋嘅820 RRS 嘅輕量化，其實係好依賴一啲 clean air 同埋一啲幾何嘅線條彎度嘅優勢。但係一旦你喺個火車陣入面嘅話，唔好意思啦 ，clean air 就冇啦 ，dirty air 就大把，一路係咁向你湧嚟嘅話，咁其實就對佢哋架車嘅本身一啲消耗就會相對地係比較劇烈。縱使佢哋已經有改良過佢哋嘅一啲通風系統啊，或者係一啲氣流嘅點樣去帶走呢啲熱空氣啊，你都冇用啊，唔好意思。而同一時間呢，前一日奇蹟復活嘅44號車手嘅蘇，亦都喺第一圈就已經迎來咗最無奈嘅技術遺憾啊！喺呢一個 Race 2入面，佢僅僅只係走咗一圈啫，佢就要頂住傷痛喺13彎瞬間走線過深，最後戰車就直接駛入咗一個柏油路嘅緩衝區度。萬幸嘅係佢今次就冇炒車，亦都憑藉住佢最厲害嘅技術，將架車駛翻出去賽道。但係點知僅僅過咗唔係好耐啫，我諗都係得個10零秒嘅啫。大會就已經亮出咗一個令人絕望嘅通告。44號車手嘅蘇因為 technical problem，rider is slowing down。有一個極快速度組成重組嘅戰車，最終都係頂受唔到呢一個正賽帶嚟嘅物理高壓，因為 technical problem 嘅原因，駛翻維修區，最後就只能夠以 RET 退賽，即係 retired。而64號嘅 Carica Solo 一起步啫，就唔好意思啦，就已經俾大軍逼翻出去賽道，以第一圈跑出極慢嘅成績1分46秒001，係包艇嘅。而深陷火車嘅泥沼底下，最終亦都係以21名嘅位置飲恨完賽。而當正賽進行到中段嘅時候啊，大會就突然之間爆發出頻頻嘅突發嘅事件啦，成條賽道去到3點31分左右啦，就陷入咗一種不可控嘅混亂之中。首先係21號嘅車手 Zanoni， 佢喺駛出咗維修區之後，官方係冇講過有啲咩情況底下，突然之間就話21號嘅車手 is not allowed to continue the race。咁即係話佢已經直接俾賽會叫停，取消咗比賽資格，唔俾佢繼續比賽。而僅過咗唔係好耐啫，25號嘅車手喺入咗 pit 之後冇耐，大會同樣都係冇講過咩原因，直接就宣布 retired， 即係佢唔知點解無啦啦退賽喎。即係呢兩位車手佢係突然之間咁樣退賽，唔知係因為啲咩問題，係車手嘅原因啦，定係佢哋架戰車嘅狀況出咗啲咩問題呢？係冇講過嘅。咁但係既然冇出過 technical problem 嘅話，咁應該就唔關個車事喎。咁到底係咩事呢？咁真係唔知啦。咁喺全場一片混亂底下，車手亦都接連係發生到一啲變故。喺呢種咁高壓窒息嘅瞬間，本身應該要領頭嘅53號 The Beast 其實已經同架車進入咗一種操控嘅極限搏鬥到去槍涼彈盡嘅地步㗎啦。咁好多人以為 The Beast 最後一圈係故意踩線，為咗就係去保住自己嘅位置，但係唔好意思啊，其實喺一整個 Race 2入面呢，佢已經係俾人 cancel 咗2次嘅圈速啦。而呢2次犯規亦都喺同一個位置，喺個第11彎度，即係一個超過200公里時速嘅一個高速慢左彎啊！咁證明咗一樣嘢，就係張雪機車佢哋喺52度嘅高溫底下，
輪胎嘅抓地力其實已經係徹底崩潰咗嘅啦，但係特別係為咗守住自己個名次，多次為咗抵抗住後方嘅一啲大廠佢哋爬頭嘅機會，每一次佢過第11彎都要用一種自殺式嘅極限去夾硬劈過去。而直到去最後一圈 final lap 嘅時候，巨大嘅離心力亦都再次將53號嘅戰車推離咗8000幾公分，而最殘酷嘅最終判決亦都跟住掟落嚟嘅就係、我相信係基於前2次嘅呢個 exceeded track limits 啦。53號嘅車手最後喺最後一圈亦都係再一次做出同一樣嘅行為，而正式喺比賽結束之後正式咁樣判罰咗佢要去返後一個位置嘅啦，即係令到本身佢拼死都要保住嘅第8名下降咗1級去到第9名完成賽事。而一個週末我哋已經經歷咗一次高低，一場由攞第1名嘅歷史絕殺奪冠，到一場崗位起步及後連續犯規，最終只能夠得到第9名嚟到完成賽事。我哋可以睇到嘅賽車場上面嘅一種冇同情心啊，大廠嘅馬力霸凌啊，甚至乎係隔夜嘅數據反擊都係冷血嘅。而賽會嘅規則對於幾公分嘅執法，亦都係冰冷無情。但係亦都顯示咗一樣嘢，呢一個就係真正嘅比賽場。比賽場往往就係咁樣噶啦。雖然 Race 2因為踩線被處罰，但係經歷咗2場高山低谷嘅底層數據之後，我哋亦都向全世界證明咗就係呢一支新進嘅獨立車隊絕對係有能力將成個世界大廠嘅歷史高牆徹底掀翻，甚至乎係砸碎。遺憾嘅係，雖然今次呢一個比賽我哋冇辦法以最完美嘅方式去結束今個分站，但係喺 TCR World Tour 打拼緊嘅馬清華喺同一條賽道嘅 Race 2度都係攞到個冠軍，而我哋喺呢一條賽道喺 Race 1度奪冠，總算係為中國嘅賽車歷史上面寫下一個新嘅篇章。最後，觀眾朋友們，你哋對於今個分站張雪機車嘅團隊佢哋一整個表現，你哋又係有啲咩睇法呢？對於 The Beast 佢嘅判罰，你哋又有冇啲咩睇法啊？大會中段冇預警咁樣叫停咗21號同埋25號，將佢哋宣告退賽，背後又有冇隱藏住一啲內幕嘅呢？歡迎喺下面留言，理性啲咁樣去討論。最後，記住訂閱同埋撳個鈴鈴，每一次出新片你先知道嘅。仲有就係 comment like share 下面留言，都不妨俾多啲意見我啊！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我係紀尚橋，拜拜。